后来近段消息有传言，讲郭台铭若选总统，要找新北市长侯友宜的二兄，也就是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病院院长侯明峰来做副手。也毋过侯明峰出面拒绝咯，伊讲也是以病人的健康为重。 鸿海集团前董事长郭台铭要参选2020总统大选，是渐渐明朗。外界嘛传言副手人选是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病院院长侯明峰，伊是国内医院的权威，伫永年基金会甲贵党的结缘。是永年基金会因为有这个乳癌的研究，所以才跟郭董事长有结缘。针对副手传言，伊拒绝贵党，所以要做副手这一没有。 要把这个院长的角色担任好，所以我目前最重要的重点就是教学、研究跟服务。在这里，我还是谢谢，我还是会持续我的医疗工作，把病患做好。伊嘛是新北市长侯友宜的兄哥，伊强调厝内无谈政治。从我们过去，我们的兄弟的互动就是以家里的事情为最主要，从不谈政治。 是不是正式回绝郭台铭的邀请咧？侯明峰伊表示讲，伊已经表明甲真清楚，大家唔免阁猜测啊。